最近呢，成日聽到身邊嘅朋友講話，唔夠人捲啊，又或者話算啦，我都係躺平算啦。好似呢個世界咧就淨得兩個選擇咁樣，一係咧就做到死，一係咧就乜都唔做。但係咧，你知唔知其實咧盲目跟風內捲同埋徹底放棄躺平咧，本質上咧都係將自己嘅人生選擇權交咗俾人哋。咁我同你分享一個秘密啦，真正嘅叛逆咧唔係跟住人哋嘅規則玩，而係創造自己嘅遊戲規則。我記得啦，有個客同我講話，楊師傅啊，我日日都加班，但係成日都覺得追唔上人哋嘅。咁我就同佢講啦，我話你唔需要追任何人啦，你只需要行自己嘅路咪得咯。就好似風水一樣咁啦，每個人都係有自己獨特嘅方位啦，同埋節奏噶嘛。有人適合快，有人咧就適合慢，有人就向南，有人咧就中意向北。咁最重要嘅係揾到自己最舒服嘅狀態，然後咧堅定咁樣去行落去。如果你覺得好攰啦，就不妨問下自己，究竟呢種忙碌係為咗證明俾邊個睇呢？究竟呢種放棄係真心想要啊，定係話係無可奈何呢？咁我想話俾你知，你嘅人生咧開關應該係揸翻喺你自己手入邊嘅。想努力嘅時候就全力以赴，需要休息嘅時候咧就心安理得。最後送俾大家一句話，唔好被潮流定義你，要由你嚟定義乜嘢叫生活。福生無量天尊，我係楊雅智，願每個你都會活出自己嘅精彩。